有睇過我哋啲 post 就知道，其實香水都可以分4季嘅。想知道點樣分類，可以睇返我哋上一個 post。今個 Muse 呢，純粹分享下之前喺台灣自製香水嘅體驗。其實過程都好簡單，導師本身已經將唔同味嘅香水分成前調、中調、尾調。我哋就喺裏邊篩選最喜歡嘅味道。開始之前呢，又講解一下啲味道大約點分類嘅。其實同我哋分個人色彩嘅顏色都有少少相似。再三確定味道之後呢，就可以 mix 埋一齊。如果你有選擇困難症嘅話呢，呢個階段可能需要長少少時間，但都唔使擔心，導師好專業。如果你真係揀唔到嘅話，可以問下佢意見。最後剩返6支最喜愛嘅味道，而滴嘅次數就可以根據自己喜好去調整。調製完之後，差唔多1個月呢就寄到返香港啦。佢嘅包裝呢，其實都幾靚，幾有質感嘅，但當然味道就最重要啦。我呢支呢，前調呢係甜甜地嘅，而尾調呢就係我中意嘅木味。對於第一次整嚟講，我都算收貨嘅，仲可以好有儀式感咁貼返個 label， 仲可以幫你支香水改一個好浮誇、好做作嘅名。下次去台灣，除咗食嘢同行街之外，如果有時間嘅話，都可以製作你專屬嘅香水。鋪頭資料我就放喺留言區，我哋下條片見。